大家好，又係男人咧同大家討論新聞時事熱話嘅時間啦。錄音嘅時間係10月29日嘅中午。嗱，呢排最大嘅香港新聞咧就係話我哋嘅立法會選舉就嚟到啦，12月7號就係投票日。而最近咧提名期亦都展開，陸續咧各個地方咧選區咧，尤其是咧係受到關注咧，係多咗人去報名㗎。咁有啲人就會話，喂，而家冇咗泛民，我哋好似缺乏咗一個對壘啊，即係一個正反立場嘅對壘之下呢，好似嗰個投票熱情冇以前咁理想。嗱，與其講以前嘅投票熱情呢，我哋倒不如話呢，嗰個係一個唔健康嘅一個呢係敵對氛圍。咁當然喺嗰個情況下呢，個投票率呢，比較多人踴躍投票呢係好正常嘅，因為大家嗰個立場比較係兩極相反啊！呢個只要你即係懂得任何嘅統計好、投票好，你都明白咁嘅情況下嘅投票率咧一定係比較好嘅。咁所以我哋而家愛國者治港下嘅新選制啊，究竟我哋要點樣選人？其實講真都喺個過程之中，喺學習之中啊，包括我哋應該有啲咩嘅人，佢如果唔係一個反對派嘅話，但係佢又要即係促進政府整個社會嘅進步，咁就應該係抱持個咩角色呢？咁呢個我哋仍然呢，其實整個社會都喺度學習當中，政圈嘅政界人物都喺學習當中。咁而我哋見到呢，其實嗰個情況呢，其實都係越嚟越好嘅。原因就係當立法會唔再癱瘓，能夠批一啲法案、審議一啲法案嘅時候，咁係咪成件事我哋嘅就好好多呢？係啦。即係唔好似以前咁自己拉自己後腿，即係等於我哋去用公帑出人工俾議員，但係佢反而拉翻我哋發展嘅後腿。所以你話香港咁多年成日俾人話乜落後啊，以前好先進啊，其實冇錯嘅，就原因就係呢個港英遺留下來嘅一個咧立法會抽後腿嘅現象咧，其實到中期後期咧係非常之嚴重。中期後就係非常之嚴重，幸好我哋有國家出手有國安法，有維護國家條例，有呢個重新嘅選舉制度，咁令到我哋而家嗰個立法會咧不但回復正常，而且效率比以前更好。我希望大家明白咧，唔係話一定要係反對派或者一定要反對政府咁樣先叫做監察，唔係嘅，而係我哋能夠推進。我哋好開心見到今次立法會選舉提名前後咧，有唔少嘅人去咗選，有部分咧唔係因為年齡因素，其實有部分人咧正係因為咧係缺乏咗一個定位嘅問題，就係話佢唔知點樣推動政府進步，一係咧就係過激嘅反對聲音，一係咧就係刷唔到存在感，完全冇人識佢，嗰啲亦都係冇意思，咁所以而家先換咗批人咧，所以你見到而家排名咧即係報名咧仲係陸續，就原因就係咧排名咧仍然咧係可能係大家傾談之中，即係究竟有冇機會，究竟呢個係咪個愛國嘅分子，係啦，就係咁嘅一回事。而喺同呢個息息相關嘅其實而家先講到重點啊，唔好意思，3分半鐘啦，就係話究竟公務員應唔應該唔好人強硬啦，應唔應該係主動要求佢哋投票，主唔主動要求公務員投票？其實呢個係應該要㗎。原因就係我哋見到修例風波前後中間唔少嘅公務員根本就並不是擁護基本法，根本就並不是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咁所以正係因為咁呢，我哋而家既然有個選舉既然佢哋啲公務員已經宣誓效忠同埋擁護基本法，我哋係咪應該更進一步安排一啲時間，令呢啲政府公務員去投票？當然佢自己投乜，我哋其實一來唔知，二來係自由嘅。但係佢哋作為一個政府嘅一個共同體，佢哋確實應該咧係喺可能嘅範圍下咧係支持選舉，因為選舉係關乎晒我哋好多嘅一啲嘢，包括未來嘅一啲樓宇嘅落成啦。例如係呢個北部都會區等大灣區所以可以咁講啦，所以公務員係一定要投票㗎。而我哋最近好欣喜、好開心聽到咧，就話特首咧已經發咗封信俾公務員。特首呢封信咧可以話係咧好有用㗎，因為佢點
點出嘅一啲問題就係頭先所講，例如就係個宣誓問題啦。咁佢就話佢哋需要去做呢樣嘢啊。而我哋今次見到嘅就係話，本屆特區政府咧喺積極作為上邊咧，的確咧係體現在方方面面，呢個亦都係令人咧感到係好開心嘅地方啊。最後想講一句就話，公務員你既然效忠香港特區，既然擁護基本法，咁投票就係你嘅責任，係你嘅使命，係你嘅擔當啊！所以唔好話嘢下下牽扯到咩個人自由啊，我投唔投票關你咩事？絕對唔係咁嘅一回事，而係你選擇咗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咁對於一個咁嘅選舉，你係咪應該要全力支持呢？而唔係話因為我唔同嘅因素係啦，絕對唔係一回事。好啦，今集要講嘅差唔多啦，希望大家記住12月7日齊投票。下集再講其他時事熱話，拜拜。